上真后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30日台去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检调侦办罢免民进党基隆市议员郑文婷、张志豪，因的罢免提及名册内底有死亡人数。针对这个案，检方是怀疑基隆市政府的民政处长张延祥涉嫌去查户政系统协助罢免人数。昨昏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基隆地方法院是裁定张延祥以40万交保。另外，仁爱区党部的主任张金发，还有带头罢免的领衔人纪文全，因两个人是方受押禁见。检调侦办民进党基隆市议员郑文婷甲张志豪罢免不起连锁案，怀疑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长张延祥涉嫌查询户政系统协助罢免人数，向法院申请羁押。要国民党仁爱区党部主任张金发甲罢免案带头人纪文全，基隆地院昨开羁押庭。法院指出，张延祥伫审问时阵承认犯行，违反告诉法甲规则文书。犯罪嫌疑重大，虽然要告共犯无够限，有串供记录，毋过考虑伊的态度配合，裁定40万交保限制住期。纪文全甲张金发是法庭所回指控，而且两人伫知案件曝光了后，马上三军定组，而且只是清除通讯记录，涉嫌掩蔽证据甲串供，对警察造成阻碍，裁定两人羁押禁见。基隆市长谢国良伫张延祥等人遭到性爱时阵表示，尊重司法调查，会看裁定考虑是不是调动张延祥的职务。伪造文书罪一般来说是5年以下在刑法理论上不能算是重罪，所以我希望被侦查对象最好都能够把事情来讲清楚。同款也是涉嫌不起连锁前后遭到羁押禁见的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清荣，甲台北市党部书记长曹文兴，是和民进党地会林楚欣也出席地方选委会委员。中选会也正式表示，若选委会委员遭羁押或者是起诉，会由中选会提报行政院长免除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大部分的所在天气拢是好天稳定。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水气已经明显减少，只有东南部有11雨。过到了后是爱细致伫西半部的山区，毛有地渐准雨。东半部今仔日的高温有28度至29度，也若西半部的高温有30度至32度。乡亲今仔日爱加啉水。气象署应照已过的模式来预测今年的黄霜雨。气象署是表示，伫5月中，咱会进入今年的黄霜雨季。也若各地头的气温是正常偏温暖，雨水量的部分可能会较少，中部以北会较早落雨，差不多5月初就会开始黄霜雨。已经来到4月底，就要进入黄种雨季。气象署预测，这对黄种雨方面发展的热浪季风的指标有帮助，有机会伫5月底出现。根据英国类似的海洋甲大气状态分析的结果显示，预测今年的黄种雨季，各地平均的气温是正常偏较温暖，总雨量是正常偏较少的机会较大。主要的雨区拢伫中南部的山区，这对当经过秋冬大水期的中南部来讲，是真重要的水资源。不过，嘛要注意，黄种雨季伫要结束的时阵，嘛有可能会出现极端的高温。中部以北通常它的雨期有机会开始比较早一点。大约是在5月上旬就有机会开始有下雨的情况。那南部的话，则普遍是在中下旬以后，甚至于有时候会更晚一些。那如果我们统计在历史上容易造成非常显著降雨的时期，则主要是落在5月的后半个月到6月的前半个月这段时间为主。那这礼拜天气的方面，这2天温度回升，天气较烧热。不过拜四方面，挖近北部的海面，水气变较高，落雨的机会明显增加。中部以北、过道有的所在，较会落西北雨，尤其是5月初4、初5，方面通过台湾，加上菲律宾东南边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路线也会观察。如果说有热带系统的北上，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西南风的往北的这个走势呢，会比较影响到比较偏往就是热带系统去靠近，所以说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锋面的结构，进而影响到为我们附近带来的降雨的状况。气象署副署长洪景山指出，去年全世界经过有史以来上热的天气，不过回头看台湾去年的寒冷，算是11年来上介寒的冬天，充分反映出气候变迁之下。世界各地拢伫经过去真恶理解的天气变化。公司新闻台北报道。
来关心国际上的大消息，这是西班牙、葡萄牙甲法国的巴斯克地区昨昏熊熊大规模停电。目前加载的电已经恢复9成。因为这届欧洲大停电真罕见，已经确定不是攻击，有专家认为可能是极端温差，害高压电网反常各样才安尼。经过几啊点钟的大停电，总算伫入暝了后，电来啊，马德里家家户户拢倒起来，规社区欢喜甲化休。2钟头过后，熊熊大停电，互规个伊比利半岛陷入混乱。西班牙甲葡萄牙陆空交通大拍干，地铁站、火车站拢停落来，公车拢客甲满。机场旅客面对大规模的延前，拢降气。sobresaltadas porque si no conseguimos volver a Barcelona, de ahí tenemos que tomar el avión para nuestro país. Y si perdemos el vuelo, 目前已經初步排除大停電是因為罷工，暗過原因依然在調查。There are no evidence that was any cyber attack. 這場大停電在歐洲真罕見，尤其短短5秒內就失去150億瓦的發電量，相當西班牙全國電力需求6成。But I can tell you from data that we have kind of talks about how about 87% of power outages are caused by weather or natural disasters. But there is a surprising 12% are caused by system inadequacy. 英國衛報報道，葡萄牙總理表示，大停電原因關鍵可能出在西班牙電網問題。葡萄牙電網營運商 REN 是認為，應該是極端溫差引起高壓電網異常震動。這種叫做誘發性的大氣震動，是快速氣溫變化，或者是長時間繼續極端氣溫造成，真罕見。不過專家攏知影這種風險確實存在。不過歐洲唔捌發生過這麼大規模的停電，是不是還有其他因素要去研究？公司新聞紅如梅報道。西班牙、葡萄牙大停電，咱外交部表示，目前是無收到台灣人需要鬥3天的消息，會繼續關心佇遐觀光、抑個讀冊的台灣民眾，抑個僑胞的狀況。因為佇遐的台灣人，嘛有甲失電的過程翕落來，講當地交通拍死角，超市內底的物件風掃了，袂輸要發生災難同款。8節車廂。本来要去馬德里，煞拄着大停電。佇西班牙的台灣人有面看到高鐵秘密停佇山邊，經常愛加開邊仔的鐵線網啊，予所有的人行去附近的城鎮。市區部分共款交通拍死角，捷運法庭公車唔知向前還是退後，因為車輛點嘛無法度運作。西班牙發生歷史上上嚴重的停電，連超市內底水桶罐頭攏封閉了。民眾無奈為佇確定的所在等消息，為規氣去公園行。佇當地讀冊的台灣學生囡仔用手機記錄這種情形。突如其來面對這件事情，但我並沒有感受到明顯的恐慌，反倒很欣慰能夠看到的是站務人員、警察或者是超商的人員都很耐心，然後也很冷靜的去引導民眾。佇葡萄牙工作8年的陳燕表示，頭一屆拄到這麼嚴重的狀況，雖然無重大事故，不過第一時間要安怎對外報平安嘛是問題。也沒有辦法煮飯，什麼事都沒有辦法做，然後又想要去外面走走，然後就發現說，哎，怎麼前面有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後我們家人就講說，那是不是那邊連得到網路？第一時間的時候，在蠻多的群組，台灣人都有互相在報平安。那因為台灣人分布的地區比較廣泛一點，所以就可以大概知道說，哎，是不是哪一邊是有甚至停水的，或者是只有停電的，或者是有一些訊號是比較弱的。外面好誇張哦！根據僑委會統計，2022年咱國佇西班牙僑胞388人，2023年佇葡萄牙74個人。外交部是講，還未收到有個人受影響還是救助消息，已經只是自兩國代表處持續這狀況，提供必要的協助。記者綜合報道。各位鄉親，同齊關心今仔日報紙重點，咱先來看聯合報。咱全國寵物的數量超過279萬隻，當年新登記的寵物的數量已經超過出世的紅嬰仔。因為寵物無佇現行病蟲管理條例的規範內底，造成業者若是處理動物的遺體收錢攏無標準用化價的，所以農業部按算佇今年6月底之前，要提出寵物病蟲定型化契約，來建立管理制度。來看自由時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IMF 上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內底是講，南韓中長期的經濟成長預估數字會繼續下降。
嘛有测讲南韩伫2026年，因的 GDP 会互咱台湾冠过，而且就会开始一直输予台湾。继续来关心《中国时报》，国民党的立委伫立法院问台积电去美国投资设厂了后，安尼敢会引发供应链向外刷出去？经济部长郭志辉是坦白讲，台积电伫美国的6座晶圆厂，若是全部完工，供应链确实有可能会对外对咧刷出去，也毋过这大概是7-8年后的代志啊。因应美国关税，行政院即马有提出4100亿的特别条例草案，在野党是质疑讲，这个特别条例草案内底有藏一条要拨补台电1000亿的钱，唔知这什么意思？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解释讲，因为电费钱已经起到一个坎站啊，产业界拢希望电钱唔通阁起啊。另外，咱的核三厂2号机5月17就要关起来啊，外界即马烦恼讲，刷落来咱台湾敢会欠电？行政院杜英台是表示，新的机组会陆续加入发电，咱台湾伫2032年之前用电拢无问题。伫核三厂2号机5月17除役了，台湾将会正式建立飞核家园。不过核电归零，火力发电将甲欠的所在补起来。行政院长杜英台讲，将来会有新的发电机组加入，供电无问题。核三厂2号机除役之后，所减少的备载容量率也大概是3%左右，继续的发展多元绿能，用深度的节能、科技的储能，再加上安全电网韧性的加强，我们认为在今年甚至到2030年、32年之前，我们发电量是足够于来支撑国内所有产业。不过学者质疑，因讲核电的无碳基载电力消失了。只敢让用高碳排的电力来补充，对供电的品质一个空气品质拢造成影响。现在政府又希望把燃气发电的占比提高到50%，但我们知道天然气的价格是比煤炭还要来得高的。但不管怎么讲，它还是一个火力发电啊，所以就像你讲的，到时候就会发出来的电是又脏然后又贵。天然气了哦，还有增加的这个无碳的这个绿能。这个空气啊，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拨补这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一次因为关税的这个紧急的这个对应啊，大部分的业者都有在反映说电价的部分啊，事实上到了一个临界的部分了哈。那希望我们不要再调电价。经济部长郭志辉就这边的代志反映产业界心声，讲台电的债务利息是1年300多亿。希望调下通过特别预算，用设计用余来拨补台电1000亿，让台电更加专心伫咧经营管理。一再的要求政府不要轻易的调涨电价，为的就是顾民生，为的就是稳物价，要抑制通膨。这不就是过去蓝白在野党所要求的主张吗？并不是之前没有给台电钱啊。如果你家有小孩子在做生意，难道他每一年亏损2000万，你身为父母你就每天就一直给他钱吗？当然不是啊。国民党讲，政府应该对能源政策的调整有明确的承诺跟作为。民进党是强调，拨补台电是坚决用电稳定、电网轮性，无应该甲恢复核电提做回讲。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嘛是因为关税，即马风声讲，电商的大公司亚马逊即马要伫商品的介绍边啊，搁去写一排讲，这因为关税所产生的成本有偌济，也毋过尾啊，亚马逊是对外买回讲因袂安尼先做。嘛，风声针对这件代志，美国总统川普敲电话予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表达不满。也毋过后来记者问这个问题时，川普是回应讲，贝佐斯伊真紧就解决问题啊，佮学到贝佐斯做了真对。Great, Jeff Bezos was very nice. He was terrific. He solved the problem very quickly, and he did the right thing. And he's a good guy. 这是美国总统川普针对记者问亚马逊网站增加关税成本的回应。归属也是因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九杯新闻》引用消息人士的一篇报道指出，亚马逊真紧就开始伫商品总价边表示这成本是关税来的，并讲真紧就严肃回应。
This is a hostile and political act by Amazon. Why didn't Amazon do this whe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iked inflation to the highest level in 40 years? And I would also add that it's not a surprise because, as Reuters recently wrote, Amazon has partnered with a Chinese propaganda arm. 美联社报道，看来川普政府是将亚马逊的内部计划误会时已经被安怎做。根据消息人士表示，也安尼川普才会伫29拜日早起打电话给贝佐斯，怨叹这代志。亚马逊欢迎道尔声明，今年亚马逊下骹并给国务平台后，有考虑过降低一寡产品显示进口费用，不过无得到批准也未发生。自从川普发动关税战了后，后备做企业陷入无确定性，川普甲企业的关系备受考验。一寡大公司因为新的进口关税已经提悬计数，包含亚马逊的竞争对手中国跨境电商平台 Temu 甲 Shein， 两间公司拢宣布为2月开始起价。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也那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才100天，全世界已经车半饼。即卖伊上任100天的民调支持度显示讲，伊支持度降到42%，这是1950年代艾森豪总统以后上任100天民调上界低总统。民众上界不满的，就是伊伫经济方面的表现。不过 Trump 伊本人讲伊无相信这数字，佮批评讲这是假民调。美国总统川普第2届任期满100日，这段期间发生真侪戏剧化的事件，互外界对伊的看法是天差地。国际媒体的路透社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度按打上任的47%，已经降到42%，无支持度按41%，8到53%。这是50年代有记录以来上任100天支持度上低的记录，嘛比第1任的表现较低，显示伊的政策并无完全得到美国人的认同。对着个别议题，有大约3成的民众认同川普伫控制生活成本的表现。无支持的超过5成，是上无受欢迎的项目。另外，伫法治和贸易，无支持度嘛比支持度低足侪，甚至连川普上夸口的移民政策，嘛敢若勉强是支持和无支持度大概同款。别个媒体的民意调查，包括 CNN 和福斯新闻，嘛拢差不多。川普对民调的结果表示愤怒，一直社群平台出所有发文讲，这寡数字拢是假新闻机构的假民调。佮讲这寡媒体拢对着川普精神错乱症候群，刚才报道伊的负面新闻，也无看伊其他方面的表现，亲像管控边境的超有表现。这几日北京的附近嘛有采购失败，顶面到最近抓到非法移民的相片，通看出伊的自信。不过对比川普的自信满满，有美国人讲。川普施政作为，互伊感觉外交歹势。I feel somewhat embarrassed, honestly. I don't know of just how collectively our country is handling things and how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stuff. So I feel frustrated and embarrassed, honestly, to be an American citizen. 在野民主党议员和支持者礼拜伫国会大楼的客仔顶静坐12点钟，表示对川普施政的抗议。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Jeffries 讲，川普政府互美国人民失望。First 100 day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chaos, cruelty, and corruption. America is better than this. We should be able to do better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failed. 不过，有4成民众肯定川普的表现，真侪人对未来有完充满期待。I'm excited for the future. I'm excited to see how it's all going to pan out.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the more that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tart doing the fracking and cutting down on a lot of the waste that we have in our government and everything, will get us to a better spot. 无论是支持也反对，盟友也对手，经过这100天的洗礼。美国国内外拢深深感受到川普特别的行事风格、甲政策的思维，伊所展现极无确定性，嘛深深影响到国际社会未来的情势。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嘛是加拿大的消息，来关心因国家8月的时选举的结果出来啊，自由党的总理卡尼继续执政。专家即马是认为讲，卡尼的赢主要拢是 Trump 第一名，因为 Trump 的这政策，互加拿大民众民族主义规个压起来。也毋过嘛，因为自由党的众议院因的席次无过半，所以即马爱和小党结盟，才通继续执政。
支持的候选人各赢一票，支持者就拍扑啊大声欢呼。加拿大第2日举行联邦大选，因为所在伤大，下6个市区投票的结果第29出来，自由党第4摆赢大选，接任总理45天的卡尼，确定甲执政权保护掉啊！伊伫发表胜选感言的时阵，强调讲，美国总统川普是几摆发表讲，要互加拿大变作美国第51州的言论，伊是绝对袂屈服的。As I've been warning for months, America wants our land, our resources, our water, our country. Never. But these are not idle threats. President Trump is trying to break us so that America can own us. That will never ever happen. Our ol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steadily increasing integration, is over. 专家分析，即摆自由党国赢大选的原因，就伫咧川普的作风和关税威胁，这拢互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归个出来。因为前总理杜鲁道嘛是自由党籍，但是伊执政9年所互支持度一直落到敢若剩20%。面对党内压力，杜鲁道是落台甲真歹看。伫咧3月初9接总理的卡尼，今年60岁，捌做加拿大央行和英国央行的总裁。伊伫咧3月23请示解散国会，互意向伫咧10月举行的联邦大选是提前6个月。卡尼伫咧竞选期间，甲家己当作是带领加拿大对抗白宫起无空的总理。候选人认为卡尼国较有处理金融危机的经验，因为安尼，互民调本地是领先真侪保守党的选情一个拢摒弃。Canadians have opted for a razor-thin minority government, a virtual tie in the vote count. So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Prime Minister Carney on leading this minority government. We'll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y to debate and disagree. 虽然讲自由党是赢即摆的联邦大选，但是因必须要伫343个众议院的席次内面得到至少172个席次，才有法度变作上大党。不过根据统计，自由党的席次已经无可能过半，无法度组成多数政府，要和其他的政党协商才会当维持执政。但是有媒体报道，加拿大的少数政府是真少会当维持超过2年半的时间。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调降几若项月初才拄他起的汽车关税。汽车制造商即马因为调降了后，就被封扣25%的进口车的关税，嘛被封扣25%更替阿鲁米的关税。美国的商务部是表示，这项行政命令是为了要让产业有时间把供应链刷到美国。继续关心美中的关税战，中国和美国硬拄硬，中国有调关美国以外的进口关税到125%。因若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报告，美国的以外出口有尾一半拢是卖去中国。路透社即马报讲，中国嘛已经落软啊，中国已经免对美国以外扣125%进口关税。另外，制药、航太、半导体有部分的进口产品的关税。中国这边嘛会甲美国免除。来看，自1947年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克什米尔主权的问题，几若届发生冲突。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帕哈尔干附近的观光区，22日时是发生恐怖攻击，有造成26个人死亡。双方就伫克什米尔休战。根据情报，印度打算短时间内阁会发动军事行动。镜头转来讲来，咱来关心宜兰县劳动镇长吴秋玲涉嫌伫2011年时，一张志工餐会顶悬，且毋是志工的团体来食饭，即嘛是互指控涉嫌不实行销、诈取财物。检方约谈吴秋玲等8人了后，讯问了后，拢已经互请回。看开真忝，面对单正过的媒体，员工辛苦了。伊是国民党籍宜兰县劳动镇长吴秋玲，检方侦办劳动镇公所涉嫌选用志工团体参会制度，请非志工团体勘察不实行销诈出财物。有没有很累？觉得这样一天？对，耗了一天。是啊，是这个。有信心吗，镇长？说明清楚就好了哈。好，好，谢谢。
宜兰县调查站约谈8人到案罪名，其中3人经过调查官审问了后请回。昨下晡陆续移送包含吴秋玲、甲劳动镇公所主笔蔡依家等5人，用被告身份到宜兰地检署复讯了后，半暝也无报请回。你觉得会冤枉吗？觉得很冤枉啊！这是第2022年多时选举进前的时阵，镇公所举办职工岁末联欢，主导食饭的吴秋玲被控涉嫌贿选，经过起诉了，一二审拢是无罪，即马说是搁起红铺。选举选个这样子哈，真的，我真的很无言呐。当初是说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参会哈，那感谢他们以外，也是听听看他们对于教育的一些的这个有什么建议。这场感恩参会，立审拢认定无对价关系。去年9月，一审作出宣判，过1个月，监察院提出纠正，点出吴秋玲明知邀请对象毋是职工团体议员安怎做，公所相关的人员各反正经费的撤销，涉嫌诈取财物。镇长请人客啦，科长真多搁爱出钱啦。我们有移请法务部去给管辖的检察机关去查到底公所的这些人有没有涉嫌利用职务的机会去诈取财物。针对被控涉贪，吴秋玲强调讲清楚就好。参会到底是毋是有干涉不法，检方搁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去年因为牵涉性骚扰去互恁啊厝边协会和冰球协会停权的一个教练，即马互高雄市议员亚讲，即个教练是用挂名照牌方式，佮介入今年的世运会的国家队的选拔。即马连防指控的协会是表示讲，因会进行内部的调查。对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伫球场边都会当看到这个教练，但是民代表讲，早就伫去年因为涉嫌性骚扰，这个教练已经互车力厝边协会和冰球协会停权，所以是以其他教练挂名照牌的方式，暗中介入今年度世运会车力厝边曲棍球国家队的选拔。借别人的名字去挂牌然后持续带队去做选拔赛，其实这都是违法的多数人指控讲，今年3月，车力曲棍球国手代表队选去参加成都世运赛的选手，除了挂名照牌嘛，发现讲今年选拔赛有选手的名单晚公布，结果国手的成绩不是上优秀的，这个问题。资讯给某一位教练说，这个名单就是这个样子，请你不要外流，或者是我们有侧面从球员或者是教练的对话里面知道说，其实所有最后的决选名单都还是要经过教练的同意。教练回应讲，涉及性平事件了后，已经1年无教学生啊。这摆参赛团队的指导教练是较早的学生，嘛有教练的资格。另外一个有 A 级资格的教练嘛，不是干那挂名。我来，你帮我督战一下，你帮我挂名处理一下，因为现在我没有牌，那其他都是 B 级。但是所有的组成的过程之中，都知道他也参加了选训会议，他也参加了领队会议，他也有来看。针对民代的质疑，中华民国车力厝边协会回应讲，会严正看待，目前收到资料，看不出有挂名也是内定的状况，会定检视而且调查。若真正有违规的事项，会定调开选训委员会。记者综合报道。嘛是指控，这是有几来家长指控讲，伫高雄市的盐埕一间国校的校长来遮做校长3年出现一寡有争议的作为甲行为。家长是认为讲，这个校长无适任，认为讲这个校长捌点名讲某一班的囡仔歹教无规矩。议员嘛接到投诉，讲这间学校已经有1个主任、7个老师申请转学校。教育局是表示已经介入调查去了解状况。老师带队去参加音乐比赛，演奏结束，所看到老师家己行露台。台顶所有的囡仔因为老师无指示，都唔知要安怎做，落尾才刷刷行露台。这位盐埕区一间国小的老师，和家长向校长反映无适任真侪摆，家长不满校长无处理。有另外一班的家长讲，校长捌对别班的囡仔讲，因就是无规矩、歹教，致使囡仔愈来愈无自信。家长捌写批去市府1999投诉，最后煞是校长家己写批来回应。他会告诉我们家长说，我们班很烂。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校长个人的行为到底做了什么潜在的影响？是家长在等于是投诉校长一些事件的不合理，然后你问那个我们要投诉的人，就是校长收到199的信之后，
自己写，写完印下来，然后给他看，请他盖章。出面的家长有几落规，因嘛有向议员申请。而到议员即阵教育局讲，这位校长到学校才3年多，争议不断，要求教育局爱好好调查。教育局表示，4月份督学已经去学校调查2届，若是校长真正有无失职，也会安排审议会公开调查。已经传出1个主任、7个老师要申请调职。校长事件审议会，去针对校长在治校或是在事件处理上面，是否得当，去做一个公开的调查。针对家长甲议员的指控，校长表示一切拢是误会，老师要转校是因为家庭因素，因嘛捌讲过某一班的囡仔不好。我没有讲过的话，我没有做过的事，我们都不愿意别人对我们有所误会啊。这个部分我真的都有解说啊。校长感觉家己真冤枉，家长是希望后续的调查，教育局还是再去了解所有家长的看法，袂当干那听校长的讲法。记者郭家祖、柯超雄、高雄昌报道。根据统计，目前伫邮局开户的口罩总共有2800万户，所以会当讲大部分的台湾人一定拢有邮局的口罩。为着要阻挡诈骗，昨昏邮局就和高检署同齐签合作的意向书，要来同齐打击诈骗。邮局嘛表示，其实伫去年因就有挡落来2281件诈骗案，嘛替民众收掉9亿的辛苦钱。我关心者，你今日回啊，坐要回互啥？因为要买物件。为着要阻挡诈骗，即马伫咧邮局汇款超过3万块，柜台人员就启动关怀机制，进一步了解汇款的用途。根据邮局的统计，目前伫邮局开户的口罩拢总有2800万户，会当讲是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有邮局的口罩。请打击。邮局拜二也和台湾高等检察署共同签合作意向书，要共同打击诈骗。那也跟大家报告，目前除了我们中华邮政之外，陆续已经有其他的金融机构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也有一些非常良好的一个成效。高检署表示，未来检察署会利用资料分析技术，将收集到的诈骗名单透过系统提供给邮局知影，在第一时间会当随阻挡诈骗。邮局也表示，这几档因的工作人员已经愈来愈有防诈骗的意识。去年113年就挡乱2281件诈骗案，避免有将近9亿的金额互人骗去，其中佫以投资诈骗占上多。投资诈骗是占比最高，是以113年的统计数据。那其实像股市比较不好的时候，投资诈骗就往下走了，它的样态会改变。另外，邮局也表示，一般银行较无愿意互外籍移工开户，所以来台湾才透露移工大部分拢是伫咧邮局开户。为着要预防移工去互人诈骗，邮局伫今年3月份也已经和移民署合作，也会提供紧急伫咧第一线保护移工的辛苦钱。记者台下选柯敏哲台北报道。第五个消息，镜头来台中线6个向上路6段，这段是一段真长的路径。顶日就发生车辆的挡啊出问题，造成严重的车祸。所以台中市政府和机关昨昏就去现场会勘，要找解决的方法。连个车挡啊害去，规线路直冲过去。台中线6向上路6段路长的路径，离州发生严重的车祸，弄到21台车，11个人轻重伤。路边的店主讲，这不是头一届啊，虽然较顺利的较实在。之前有再发生过一次。对，也是大卡车翻覆，对啊，就是自己小心一点就好了。这路段这几年上少发生4起重大的事故，失事的车辆大部分拢是大型的重车，已经造成24、20伤。民代伫29和花园来现场会勘，要求市政要伫这个路段设置缓冲区，防止大型重车失控出事。过高速公路主线右侧，那个腹地的地方找看看，我们适当地方去辟建一个所谓的缓冲地带，缓冲地让刹车失灵的大型车能够有一个缓冲的安全位置。如果是这么长的一个长度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那个缓冲区其实不容易设置哦，因为在那个交道那附近，你要找一个够大的一个空间，然后来去设置这个缓冲，其实并不太容易。交通业者赞成设缓冲区，不过认为这条路和国道3号梁井交流道交汇。设开的地点恶找，交通团体讲，取消目前的车种分流制度，甲路径路段的慢车道改做分段避险车道，就会当来解决土地的问题。上段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失控，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你先去到旁边的避险车道，
那如果你到尾段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已经失控了，你这时候再去尾段的避险车道，这些都可以。那空间绝对生得出来，也不会去征收到民用的土地，或者是直接弄到人家的住家里面。学者嘛提醒讲，台湾大多四段东海大学向市区，嘛有路行路段路长的问题，政府要改进，爱做伙考虑。交通局讲会研究回乡清点会当用的土地，提升向上路的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高雄的前金区是有一大大楼的工地，伫2022年8月份的时，因为地基放弃，嘛造成边仔7栋透天厝变做危楼，全拆掉。这当中呢，有6户已经和建商和解啊。本地建商是挂保证，讲会起诉互因住。也毋过，甲打3年的时间过去啊，新厝是一个影拢无。受害的住户即摆是批评建商，讲用一句保钱就要甲代志准度煞。几落台南空车伫边仔等要灌浆，高雄自强1路的这个工地建商已经换人当咧重新起大楼。2022年8月施工的时阵，造成隔壁7间换厝地基挖空放弃，厝嘛拢拆掉。其中6户选择和解，由建商协助重建。不过，甲打已经要3年啊，当初的大楼已经起到12楼，民众的厝虽然一块砖啊都无块。住户讲，建商敢若塞一句无钱，都无爱插进。当初讲要补贴税厝，嘛是补贴半年，都花无钱。市府嘛敢若爱建私底下去协调。和解伊就讲叫恁家己私底下去调解啊，以房养老也不行啊，要贷款借钱也没有办法，那怎么办？我税厝啊，税厝啊，你税厝一个月偌济钱？2万5啊。市府监管处表示，这2年多捌协助住户开5届的协调会议，但因为双方无共识，即摆敢若交互法院来处理。有议员认为，建商用财务困难甲脱产的方式来推卸责任。和解书内面有写清楚住户的要求，建商拢无做甲到。虽然即摆建案是换另外一间公司得起，市府也袂当法使用这招。这个协调过程，我们只能就是敦促了，但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强迫，因为每个住户跟建商之间有他们自己各自的一些想法，那所以都是我们还是予以尊重。在和解已经处于违约的情况之下，按照这个条文，应该不能够发给使用执照。这也是我们认为对于这个解释损邻办法能够最大的保障我们受损户的权益的一个方式。住户讲，因对建商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赶紧甲厝起好，互因有所在通好住。对此建商回应，因为双方各有看法，即摆敢若会当透过法院来解决，因无方便去讲啥。记者柯家族柯朝向高雄场报道。咱政府即马正在推动能源转型，也毋过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讲有6成的工会毋知影净零转型对劳工有甚物款影响，而且嘛有7成以上的头家毋捌和员工讨论过转型的对策。劳工团体就呼吁劳动部要提出相关的措施来保护劳工。环境部长裴启明伫咧3月份和全台28间的大专院校合作，成立环境部净零日领人才培育联盟，就是希望台湾有较侪毕业生会当正做历史产业相关的人才。不过有劳团指出，政府伫咧净零转型的过程当中，无去注意到劳工的权益。今天政府推动的绿色工作跟我们的人才培育不能够衔接。如果今天创造的绿色工作并不是劳工能胜任的，因为没有培训嘛，或者不是这个未来所需要的，那这个根本就不能够接轨啊。民间团体也透过产业界和学界合作，做一份调查，发现讲台湾有将近6成的工会无清楚净零转型对劳工的影响是啥物，敢会失业，敢会降薪水，而且调查也发现讲有7%的头家从来毋捌和工会讨论过转型措施。到2050年的时候，可能就有数万人会受到冲击。那这一份是公开的一个劳动部的调查资料。那我想，其实既然劳动部已经看到这一份资料，事实上也应该要针对他们目前推估出来受影响的产业，开始去做各方面的支持。面对真侪高拖牌产业的劳工，若无转型成功，可能就会去互人汰掉。面对失业的危机，民团也靠家己的力量推出来公正转型和工会角色的教材，希望帮助工会掌握转型的资讯，争取协商的机会。因也呼吁政府伫净零转型进前，也会兼顾劳工的工作权益。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8日是教育部台湾台语语言认证考试的成绩对外公布啊！宜兰国小的附设幼稚园内底的老师，因遮老师是全部拢自愿去参加认证考试，嘛有一半的老师摕到中级的成绩。幼稚园是表示，为着要建立学校内底的母语环境，所以老师讲因透过认证，卖当较有系统性来教囡仔。
宜兰国小附属幼儿园的囡仔用台语小解因所熟悉当地宫庙的门神，也同齐笑老师创作门神这条囡仔歌。目前幼儿园无规定一定爱上台语课程，不过宜兰国小幼儿园自8当前就开始豆啊甲台语融合伫课程内底。这2-3档幼儿园的14位老师也小少去考认证，未来当知影家己的台语程度，学上正确的台语。在教细汉囡仔时也较有方法。针对我的帮助，就是我重新来熟悉这个语言，嘿，我嘛重新来了解讲，原来台语有7声8调，我为这无共款的声音，甲无共款的这调去重新来学，要来传统这个文化的时阵，我家己会使较知影要安怎去教。今年3月份的教育部台语认证4月28成绩拄公布，计共有17347人报名，11989人去考试，高考率大约69.11%，和去年同期68.69%差不多。宜兰国小幼儿园的老师全拢有考过，即届有一半拢摕到中级。有老师也表示，大家同齐准备，互相分享资源，互相学习，较有动力。上重要的是建立讲母语的环境。已经毕业的囡仔转来的时阵，拢会甲我们分享讲，因为伫遮学习了真侪甲咱本土、甲咱宜兰有关系的一寡课程，所以伊佫较熟悉咱宜兰的在地的一寡文化。除了3到5岁囡仔会晓用台语讲家乡的文化特色，连2岁幼幼班囡仔也拢浸伫台语的环境，若唱台语歌谣，若做红菇粿。幼儿园主任也强调，要营造台语的环境，需要游学久长来看。一部分建立家长的认同感，也需要老师愿意投入编构在办活动各种工课，甲家庭学校学习牵做伙，才通豆豆看到台语生活化的效果。记者张家嘅林晓凯宜兰报道。要伫学校内底推动母语教育，老师就真重要。也毋过正式台语老师的课，即马是欠真济。根据成功大学台文系教授的一份统计，伫南部讲台语的人口比例上悬，也毋过台南和高雄伫中学、国中、高中这部分开专任台语教师的课却真少。因是呼吁这地方政府爱加油，爱加强本土语教师的人力，嘛爱增加上课的时数。台南市的教育局是对外回应讲，目前因已经有咧清点按算5月底会对外公布。台顶老师参学生咧讨论台湾有啥物好所在，上课气氛真心实。这位是台南后甲国中的专任台语老师，对教学支援人员一路拍拼考调正式老师，为母语学证正式决心。不过，这阵犹原有真侪人参加台语师资培训，各个政府开正式老师的课，开无够侪，有寡人延期落尾只好转去别度发展。有心咧发展咱本土的语言，其实是爱更加积极啦。阮当然会有期待，真期待咱教育单位会当为这个师资培训出来的老师，会当加开一寡台语课，或者老师已经有教学的专业会当奉献伫咱的教学的现场，对着咱这学生囡仔嘛较有正面的帮助。根据新台文系教授统计，对2022年6都中等学校台语专任老师开课状况，新北、台北豆豆咧增加，连到高雄、台南明明讲台语比例上悬，却无啥课。教授认为应该提高名额，进一步提升台语教学的成效。但是教育局回应，目前正式教师有摕到台湾台语中高级认证的，国中甲国校加起来有1073个人，那教学支援人员嘛有369个，师资是有够的。那会当加增加这台语的专门的师资的课，安尼是上好啊。还佫包含咱伫学校内底这个教学台语课的教学时数，嘛爱增加，上无一礼拜嘛爱3节。他会使讲吼，拢独尊这个中国话。已经在进行整个教师缺额的一个盘点。那缺额数的话，我们必须等到外县市老师的调动之后，整个缺额数应该开缺数才会比较明确。那预计是在5月底左右。虽然教育部有规范，对117学年度公立中学24班以上，甲公立高中22班以上的学校，上少拢要有一个正式台语老师。不过学者建议，唔仅是增加老师，嘛应该提高本土语的上课时间。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电影放上头来看5月第2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不少人拢会买整种花来送给阿母。
也毋过受去年风台影响，加上伫今年初有几啊波低温，即马这真龙啊花产量有减少，可能会袂赴开花。花农就表示，种30多冬，这真龙啊花毋捌看过遮晚开花的。今年花期规个是慢要几个月。原本应该当收成的真龙啊花，即阵也拢是花毋尔，敢若少数有开花。中华参尾是台湾真龙啊花上大的产地，但是今年3月温度低，影响开花时间。花农表示，今年的花期差要几个月，有4成左右的花未赴伫母亲节进前开花。今年是寒较多啦，寒伤久伊啊，拖头1个月的产期啊。啊无以前是跟若到母亲节，咱会拢3楼8、9成的，今年拢剩头6成左右。农民表示，去年7月真龙啊花补长，就因为风台影响无见长，今年初低温佮影响开花时间，目前敢若有6成左右的花通收，价少嘛缀得起。去年一支卖10块，今年爱15块才买有。愈晚母亲节价少可能会愈悬。嘛是会想要买啊，买互妈妈安尼，就是一种仪式感吧。妈妈上重要啊，花嘛足水啊，所以讲。一年买一届康乃馨，互妈妈嘛是足好的啊，互伊欢喜。新历的7月吼，甲隔年的5月吼，拢还阁有花啦。平常时咱嘛使装点咱兜的生活艺术、生活美学。参尾向农会表示，除了配合节日送花，这几年因嘛咧推测会当用真龙啊花来装塔厝内。今年搁伫大甲妈了境的时阵送真龙啊花宣传国产花，希望开发无同的用途甲销路，增加农民的收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庙埕会当讲是社区的活动中心，嘛会当讲是文化中心。家己落草的中寮安溪城隍庙是当地正重要的信仰。为着要互庙口文化无共款的体验，社区是专工和学校合作，伫庙埕举办流体画的艺术活动，互来参加的囡仔自由创作，体验无共款的庙口文化。甲色料倒伫画板顶面，搁来油顶当画板，互色料用流动的方式来画图。家己县鹿草乡的中寮社区甲中寮国小，利用中寮安溪城隍庙的庙埕，举办流体画的体验课程。庙口是大家的印象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作画这件事情让人家觉得是比较新奇、比较西洋式的，那有中西式的一些冲击，会有不同的样貌跟不同的感觉。亲子的互动呢也非常的愉快。那也希望讲呢，咱的囡仔呢大汉了后呢，嘛会使呢，甲这个精神呢，搁甲传承落去。社区理事长讲，庙埕唔但干那有宗教文化，嘛是地方生活记忆传承的所在，用无同的方式，互囡仔来到庙埕。透过文化传承甲创意教育的课程，要替庙埕找到新的文化。这样的一个艺文活动呢，它可以很深入的让小朋友可以直接来体验我们的艺文，那也可以借由在地信仰的一个想象，让他们对地方有更多的一个了解。较早拢做看歌戏啦，啥物做戏尔，这流体画就较抽象，互囡仔有一个新的体验。学校表示，伫庙埕用流体画来画图，唔但囡仔无这种体验。连做伙参加的家长嘛，拢感觉真新鲜。透过这款课程，加深囡仔对在地的认识，嘛，互传统的庙埕文化会当用创新的方式来继续传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加详情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3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是20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1度，上悬有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19度至27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